馬太福音第8章，耶穌對山頂下來嘅事，夜講大親嘅人聽見佢，有一個不太過嘅人來拜佢講：主啊，那係很就會使我強力。耶穌遵守命佢講：我恨你強力嘞。佢嘅太過就是冇體氣，佢就得到強力。然後耶穌對佢講：唔好老騙人講，直接去見祭司，揾佢檢查，然後照摩西所聽嘅規矩獻祭物來對人證明你已經強力嘞。耶穌來到迦百農，有一個羅馬軍官來求佢講：主啊，我嘅僕人不談風，睡在屋度，非常痛苦。耶穌講：我來去醫好佢。嗰軍官講：主啊，你去我屋下，我都唔去，只愛你講一句話，我嘅僕人就會好。就像我當過有指揮官，下輩也有屬我指揮嘅兵呢。我命令兩個兵呢去，佢就去；命令佢個來，佢就來。對我嘅奴僕講，做兩個事，佢就去做。耶穌聽到這個話，非常喜氣，對聽佢嘅人講：我實在老二都講，從安樣嘅心情，就是在以色列人當中，我也從來盲視看過。我老二都講，將來會有非常多嘅人對東對西來，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共下在天國操事。這條本來愛做天國子民嘅人，反轉為本人捉到外輩嘅黑暗度，在這位佢就為太驕咬牙切齒。然後耶穌對嗰軍官講：轉去照你嘅心情成全你。佢僕人嘅病就在這時完全好了。耶穌來到彼得嘅屋下，看到佢嘅床面內發燒，睡在面床等。耶穌命佢嘅手就推脱，佢就放起來接待耶穌。臨暗暝嘅時，有人帶千多本鬼附身嘅人來見耶穌。耶穌講一句話，就將鬼逐走。佢也醫好所有嘅病人。佢按樣做，係應驗先知以賽亞所講嘅。佢伸出我哋嘅軟弱，擔當我哋嘅病痛。耶穌看到千多人圍等佢，就吩咐學生吐到湖嘅對面去。有一個健學教師來見佢，對佢講：先生，你無論去到哪位，我一定會聽你。耶穌講：湖裏有龍，釣尾有釣，總係人子連貼頭嘅素材也冇。另外有一個學生講：主啊，做我先轉去埋葬阿爸。耶穌講：終於聽我本世人去埋葬基督嘅世人。耶穌上船，叫學生聽聽佢去。忽然有一陣暴風在湖面吹進來，船盤往急倒，仲係耶穌在嗰邊睡夢。學生來喊聲佢講：主啊，救命！我哋會冇命咯！耶穌應講：用愛是安強，你哋嘅心情用為安息。然後佢放起來，一片風流浪，風浪就停下來。湖面太太平靜，大家非常觸驚，講：也係樣嘅人，連風流浪也聽從佢。耶穌來到湖對面嘅加太拉地方，有兩個對從不出來嘅人遇到佢，因為兩個人本鬼附身，親惡，知道無人敢行這條路，佢就看到耶穌就喊講：上帝嘅大爺，如果乜嘅愛關心我哋，你可以到來，留親我哋希望。
离后院有位太群主的在嗰位失动时，鬼就求耶稣讲：你那些爱叫我哋出去，初中我哋一批也群主的地方。耶稣讲：是啊，鬼就出来，一批嘅群主的地方，鬼群主的从下边讲跌落去地方，全部浸死。藏主的人就走脱。一批上度，将俩看似嘅见过老本鬼附身嘅人所读到嘅全部对大家报告。全山嘅人就出来见耶稣，佢哋看到佢，就要求佢离开佢哋嘅地方。